台灣第一屆以亞運為主題的國家級的特展，在台灣歷史博物館開始來展覽，會當看到台灣參與到亞運半世紀的過程。少年人表演的歌舞為活動起鼓，這場以亞運為主題的國家級的特展是台灣的頭一擺。開幕式文化部長甲運動部長兩位部長攏來，可見這個展覽的重要性。透過這個亞運，我們看到是不只是運動啊，看到那個戰後台灣，還有其他亞洲新興國家，大家彼此的互動，然後也看到作為台灣人在這麼漫長的時間，用不同的名字代表台灣出去比賽。希望就是運動部跟文化部結合，不管是在歷史的推廣，然後讓更多人知道，或者是在這一次的我們在照顧選手的這一部分。為基層選手的培訓到全國運動會，甚至到亞運一直到奧運，每一個環節攏相當的重要。所以講，市長黃偉哲嘛到現場感謝台灣歷史博物館展出亞運的日程。這個展期會到10月18，嘛安排甲運動選手對話甲座談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